以說？一回白菜，一塊雞蛋，一隻蔥，一個胡椒粉。想知規則哪裏傳來？點香港至叫啱？一架飛鳥，一管椰子樹，一頂太陽，一筆到驟雨，閃出火花，創意無窮，使腦筋也轉彎。可不可以說？一本課室，一盤禮堂，一包地球，一壺太空，扭轉公式，配搭神奇感，去講至創新。一位螞蟻，一串黑貓，一味婆婆，一頭老師。可不可以說？可不可以說？不要總說冇可能。